阿林主教父兄弟同埋哥兄弟，咁我而家錄一條片係關於喺新嘅網站主教團咧可以直接入領袖信息同埋聚會活動嘅嚇。咁我哋首先登入去 Google 個瀏覽器啦，咁入翻去我哋知會個網站啦。入咗去網站嗰個時候呢，你哋會見到呢領袖信息同埋未來聚會同埋活動嘅。咁喺個網站裏，我就主教團兄弟呢可以去入呢啲信息嘅咁唔使入去電郵嗰度去再做嘅咁我哋會睇翻呢喺其他嗰欄呢，網站其他欄，咁有領袖信息同埋聚會活動嘅。當你撳呢個呢，就領袖信息咁如果你哋未登入去之後，未登入去嗰陣時咧，你係冇辦法係去喺呢個網站去加啲信息嘅。聚會同埋活動都係啦咁係冇一個 icon 你哋可以加信息嘅如果你哋想加個信息落去嗰個時候呢，咁你哋係撳去登入喺最底嗰度，呢度有個登入嘅，咁你撳一撳。入翻你哋嗰個天水圍嗰個 account 同埋密碼。當你哋登入咗之後呢，咁你哋會發覺呢，喺聚會及活動嗰度呢，多咗個 icon 就係新增項目啦咁你哋就喺個網站呢，你哋撳一撳，咁你加入咗活動呢，就自動去更新個網站嘅。咁個示範一次呢，就係嚟緊星期六男女青年有個單車活動啦。咁就打返男女青年協進活動啦。咁啊單車行啦咁你哋喺呢度撳翻嗰個日期啦。咁呢度你打翻嗰個時間啦，上午9時至到下午4時啊。集合地點我唔記得咗，咁咁我就咁撳住算啦咁就嗰個活動度就加咗落呢度啦咁當我哋一撳入個網站嗰度呢，咁呢就會你哋入去嗰陣時就自動會加咗落呢度咁所有教友都會睇到咁當我睇我會定期會睇個網站㗎。當我睇到你哋有呢個活動嘅時候呢，咁我會自動，如果唔喺行事曆裏邊已經定咗個活動呢，咁我睇翻啦，我就會自動加翻落去知會行事曆嗰度，咁跟住就發短信通知相關嘅兄弟姊妹嘅咁而領袖信息嗰度都一樣啦咁當你撳入去領袖信息嗰度，呢度有嗰個新篇文章嘅，咁你哋一撳入去嗰個時候呢，入翻你哋嗰個文章嘅標題啦，跟住打內容咁就可以新增新增檔案啦咁就會喺當你哋輸入咗去嗰陣時呢，咁大家一入去天水圍網站嗰度呢，呢度會再加多個信息啦咁因為我就唔寫呢度我唔再打信息落去，但係你哋知道點樣入就得啦當有啲譬如重要嘅例如緊急聯絡網，你哋需要發嘅信息，你哋都可以呢度撳咗，大家睇個網站可以睇到你哋信息啦。或者你哋有啲靈性嘅教導或者係指導啦，亦都可以打入去呢個領袖嘅信息嗰度，俾兄弟姊妹一入呢個網站因為就會睇到呢一版㗎嘛。咁我哋就可以睇到你哋嗰個嘅信息咯咁呢個呢，就暫時會喺個短片就講到呢度唔該。